哎，很可爱耶，这样送我，那我们一起拍一张，不要啦，好害羞。我送你，我自己拍。一起来拍啊！那我们开始拍照。不要啦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一起，不掉，快点，回来，不要，好啊，你的表情很像一只马哎，就说不习惯拍照啊。好，不然你这次拍一个送给我。不要，不要啦，快去！不要你快去拍！你去，你我叫你去拍你照。去啊！这我会修啊，修好还你，好不好？我带回家修好还你。好，好啦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再拍一张。你好，看看哦，现烤玉手烧哦。要什么口味？我选奶茶吧。老板一个伯爵奶茶，还有一个原味的，要不要？那是能吃吗？很好吃，相信我。又再一个，这不好吃。好了，开玩笑。还说你会害羞，什么不喜欢拍照？看你根本就是爱上了拍贴哎，机。干嘛那么不小心啊？好，不然你画面上面走，来啊，走红线哦，那么简单。眼睛要闭起来。好啊，看，厉害吧？哎，厉害吧？哎，你故意的。谁故意？需要一点时间。哎，哎，哎，你到底要不理我到什么时候？我为什么要理你？你可以让我解释一下吗？没什么好解释吧？我今天有点累了。等一下啊，再帮你说个时间嘛，我们可以约个吃饭。我想想，明天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样很烦，可是我真的想到最笨的方法，就是在楼下等你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你，可以回我吗？要，上课要迟到了。你睡好吗？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对你好吗？我放学了。给你早餐你都吃了吗？嗯，那你可以听我解释吗？没什么好解释的吧？反正一定是我自作多情了啦。你不要自己解读啦，我不是传很多讯息给你吗？我都删了。删了，嗯，看都没看就删了，对。现在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干嘛？一样哎。嗯？我要吃，不要，为什么？不要。这我的。嗯哼。再说一次。不要。确定不要？不要。王子面。好吧，我去帮你